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推动着器官捐赠已经30多年了，到即卖捐赠者已经有5000多人。这大爱的捐赠者捐出来的器官，造福着就千就万的家庭，嘛，互真侪人的性命会当来延续。像一个19岁大学2年的女学生叫做陈丽蓉，因为车祸来过养，伊生前就捌甲兄哥来讨论过。 将来要捐出着器官为爱人间，所以父母尊重着伊的遗愿，忍痛捐出着肝、药脂甲血管，帮助骨内的性命来重生。还有今年的8月，树林派出所21岁员警杨廷和，伫执勤的时阵来殉职，勇敢无私的廷和，嘛是甲器官捐出来，帮助超过10个家庭，甲失去着至亲的悲痛化为力量。咱继续就来看这个。 勇敢的家庭的故事，让我体会到是觉得孩子还在，只是他以不同的样貌存在。因为没有小肠，营养跟水分都是靠点滴。那医生有提醒我们说，一定要保护好他的人工血管。感谢个人的大爱，然后让我未来可以。 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你好，兄弟！你好，兄弟！谢谢你的大爱，谢谢你的爱。 跟妈妈跟爸爸说谢谢，然后你们的大舍大爱哦，让那个杨景元的能够牺牲奉献，那救了很多人，然后救了10几个家庭。他这一次他捐出来的有心脏、肺脏、胰脏、肝脏、肾脏、眼角膜，还有血管，所以救了很多的家庭。我想他虽然热心奉献了。 他的爱永远留下来，遗在人间，继续能够发光发热。一路好走。大批员警列队致敬送别。2020年8月初，21岁树林派出所的员警杨廷和，执勤的时阵去互无照的少年骑车弄到，抢救了后也是救袂倒来。好，妈咪爱你哦。 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优秀的。家属按照杨廷和生前的遗愿，忍痛签下器官同意书。虽然真痛心、真不甘，但是后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重生。啊，甲杨妈妈同款，嘛曾经面对器官选择的，也有丽蓉妈妈。那7/2是真还假？假的。假，为什么？ 因为妈妈比儿子还小。丽蓉妈妈是安亲班的老师，2年前，伊曾经一度无法度踏入去课堂，因为甲一群学生来相处，总是互伊想起宝贝查囝陈丽蓉。你在跑啊！真的很幼稚哎，走开！陈丽蓉。 留着长头毛、笑容灿烂的陈丽蓉，是中华师范大学2年的学生。那是同学的开心果，嘛是女排校队的队长，为系上真公赢。伊嘛是英心的总调，热情的个性是同学温暖的日头。想参加人家勇敢是我就是看着那个火车门，看着那个火车门，我很害有僵尸要打。当陈丽蓉全力的享受大学的生活，却突然发生意外。 2018年的暗时，陈丽蓉甲同学骑机车转去，无小心弄到当外的汽车，当都昏迷，规个家庭面临痛苦的选择。因为他的昏迷指数在3，如果救起来，有可能会是植物人。那我们其实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我们选择急救，对，因为哥哥说他会照顾他一辈子，真的就是很感动，因为哥哥跟他感情很好。
那其实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就是流眼泪了，然后哥哥看到他流眼泪就很舍不得啊，哥哥说不要了，让他走好了，因为哥哥后来有说他要做弃捐。这19岁陈丽蓉生前就决定勇敢弃捐，是妈妈唔捌想过的问题。当下我是不答应的，因为哥哥没有跟我讲原因，他只跟我讲说我们帮他做弃捐。我说不要，为什么要做弃捐？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让他很完整的，因为他也没有外伤，我要让他很完整、漂漂亮亮的这样走。后来哥哥跟我提，他说其实，在求学阶段他们就有彼此的约定。这个小孩走了之后，我觉得他教会我们很多事情，就是我在他这个年纪我不曾想过的很多事情，让我体会到的是觉得。孩子还在，只是他以不同的样貌存在。善良体贴的陈丽蓉，捐出肝、腰子甲所有血管，乐观正向、无私助人是伊的精神。伊时常关心流浪鸟狗，嘛认养孤儿，立志要做一个老师。采访这天，咱加入去陈丽蓉的厝内，每一个角落拢放上伊的相片。因为那时候发生事情，结果同学就是传相片，传了将近1000张哎，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整理。他这一张真的是很突然的跟着回来了，然后我们觉得说，他既然想要回来，我们就让他回来吧。他跟爸爸感情很好，他们2个的拍照永远都是亲在一起的。短短19年的人生是精彩万分，袂输是无离开同款。厝内底的人决定用无尽的思念来疗伤。爸爸甲伊刻伫个上挖近心脏的所在，妈妈甲伊的名刻伫个大父母甲手骨。很贴心，对啊，那我们其实都很想有机会再看到他啦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，那只是想说，如果可以在梦中看到他也不错。希望他就是继续开开心心啊，对。告别式，高中的老师送来200蕊的玫瑰花，上大厅堂悼念的亲朋好友，甜甲门卡口。丽蓉，当我知道你往生的时候，我妈妈跟我讲说，在你的人是当场就过世，可是你呢，却是被急救回来，又送到彰基去。我第一个时间是怨恨上帝的，为什么让你多受了这么多苦？可是呢，后来你弃捐以后，我就想，你从小就想要弃捐，会不会就是上帝刻意的安排，让这段时间，来完成你的志业，然后让这段时间把你的小爱能够化成大爱，所以这时候我就释怀了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敬佩你。我们的丽蓉，一个丽蓉化成好多小小的丽蓉，然后围绕在我们身边。人生不是说要多长，但是你的宽度是很宽广的，而且你留给我们这个社会很大的贡献。对，那老师希望说你在天上也要天天都很快乐，就像你在我们这边一样。丽蓉她是一个我们很珍视、很重要的朋友，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她的一部分继续活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是蛮欣慰的。虽然她已经离开了，但是她用不同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希望我们下辈子还有机会一起在同一个球场上打球。丽蓉妈妈为一开始的不甘一直到放手，体认到查囝生命的无限的价值，嘛开始演讲分享经验。台湾推动器官捐赠真侪登录，去年大爱捐赠的人数375人，创下人数上最纪录。由本人也就是家属主动提出的器官的比例，由64%提升到71%，观念愈来愈多人认同。但是等台中的个案也是着急迫切。出大爱的你和你的家人们，是您让我在肝硬化末期暗淡的生命重新燃起希望，让我的家人和小孩对我的未来重获新生，心中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感谢。你的这份恩情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及珍惜，直到终老。在我生命重新开启后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为大爱尽心尽力，以报答你的恩情。真心感恩的祝福你的家人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如意。
把悲伤化作力量。19岁年轻的生命，展现无私的大爱，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，深深影响厝内底的人。失去的生命并不是离开，是也更较多大爱的种子。台湾推广器官33档，加惠9千9万的家庭。多谢因，多谢丁和，多谢丽蓉，令每一个人的心田开出灿烂永远的花蕊。